这个特色游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因为它是用军事为主题的一个公园，所以说它整个在施作包括的过程当中，细腻度就要比较高一点。那总共我们用了1500万，接下来我们有特工盟相关的一个团体来跟我们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设施的一个体验，然后也经过蛮多人的一个游戏玩的以后，认为这个游戏其实是非常符合在地的一个文化跟在地的一个工程。总共我们有投入了将近6亿1000多万元的一个经费来施作，会在黄市长的任内能够将整个一个特色公园能够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完成。那希望未来我们朝着到每一个区都有一个特色游戏公园。为什么会建立这样军事的公园？因为这个是以前建村的关系，所以我们才会考量到我们施作这个公园，就是从我们以前建村以前这个是陆军比较多。所以你看，我们那个看来有碉堡有那个钢丝网那整个构想是根据这样的构想。最主要有分大概5大区域，堡垒游戏区跟工兵车，还有我们的军事涵洞跟我们的500障碍，然后给小龄朋友的一个秋千游戏区。那每一个区域都有一些结合一些军事训练像攀爬的一些行为，还有一些挑战的特色。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检查。检查身体。平时园区原来是一个平时营区，有的军方的营区。那我们经过重划之后，这个地方产生出来的新的这个公园，我们当然是要以原来的这个所谓的军事主题为这个目标。相信很多亲子之间对于台南市的第一个军事特色的这个公园一定非常感兴趣。我们现在有交通特色的公园，有军事特色的公园，还有其他许多特色的公园都能够展现那个地方的因地制宜能够建构一个适合亲子共游共融的一个游戏的场地。廖时军嘅欢迎收看6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根据统计，今年4月伫都会区的原住民人口已经正式超过原住民总人口数一半，可见原住民往都市搬迁已经是常态。不过，伫族语、文化传承加就业等权益的保障，依然存在侪挑战。所以，议员施予兴旺伫总日巡，都要求市府一定要参考其他市都制定属于咱台南市的驻地条例来保障。对此，市长嘛表达肯定，会伫后一个会期正式提出。为了争取都市原住民伫就业、教育、安养等权益保障，议员施予兴旺认为，因为中央所制定都市原住民族发展条例草案，等待立法的时程无确定性，所以要求咱嘛比较台北等其他市都，对都市原住民要有市定的驻地条例来保障权益。过往因为中央原住民的政策都比较注重在偏乡、在原乡，所以很多的资源都放在原乡，而忽略了我们都市原住民。所以都原条例就是要平衡都市跟原乡的资源，让整体原住民地区的区域能够均衡的去发展。都市原住民占全部原住民人口是50.01%，刚刚高过于原乡的原住民。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问题到底我觉得是有必要重视都市原住民的他们的权益了，但是就是说以这个都市化的情形往都市集中的情形，还不是特别严重。但是我觉得我同意您刚刚提的，就是还是要对于因为现在差不多一半一半嘛，所以对于在原乡的原住民跟在都市的原住民，我们都要同样的重视，而不只是把资源、
把这个重视的眼光都只是集中在原乡的原住民，这我同意啊。因为伫都市徛起的原住民已经正式超过原住民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议员身为原住民一份子，看到同胞面对这生存的艰难，嘛希望台南成为都市原住民友善好徛起的新故乡。台南新闻阮及张素维采访报道。接续议员蔡苏秋瑾伫总集村关心宝西桥进入南科的拓宽工程，北门清水公园的日期立美化，回沙仑公园拥有文化历史，希望日期工程的开辟发展成将军区的特色公园等建设，以争取相关的规划甲经费。议员蔡苏秋瑾伫即阵先肯定市府完成假厝寮抽水站往麻豆道路的拓宽工程，成为南科上班族真好的替代道路。接续着针对宝西桥1000万的拓宽进度，北门往南昆新的清水公园日期立美化，以及拥有文化历史的将军回沙仑公园日期工程，需要1500万来打造特色游具等需求。以向市府团队争取经费。你找这个人情地貌其实水的公园很少啦。你要看伊头前有老人活动，后面有后山，有一个面积又大，所以我嘛希望市长去好啊，对这个公园好啊用心哦。第二层的经费当然我们公所有在努力中，可是就是经费什么时候到会不知道啦。第一期已经完成了，第二期相关阶段其实一作也非常关心，大概有办理过2次的一个相关的会刊了。那可能我们逐步来，刚刚一作的建议，我们逐步来做一个处理。那首先看是不是说就以现有的大概比较侧翼的地方，能做一些相关的一个体健设施，先来做一个处理。回沙仑公园，迄块地对不对？啊，讲迄个所在较好的所在，会当无老人带休息，所以就转来市长转来是交代要精心的第一期已经完成啊，啊第2期有哪甲有叫含副国所会做共同的做。另外，市长黄伟哲任内伫10外行政区拢设立国民运动中心，不过独到大北门区拢无。副议员蔡苏秋瑾找地积极争取，对此市长黄伟哲回应：年底进前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台南新闻阮及张素维采访报道。永康国小女子篮球队伫今年参与全国联赛，摕下第3名，成为台南市国小球队历年来上好成绩。不过，议员吴玉环却爆料，比赛以后教练团竟然无缘无故被改评，引起球员甲家长的震惊。所以嘛，予伊伫总集村质疑体育教育被外力干涉，建议市长看局处召开协调会，要求一个公平、公开评论制度。台南市永康国小女子篮球队今年3月摕下全国5年级组的冠军，甚至全国联赛嘛拼出第3名，已经是台南市国小球队历年来上好成绩。黄市长当时也欢喜阵容祝贺，不过议员吴玉环接受家长的震惊，伫总集村爆料，今年比赛过后2位教练拢被改评，真正无度理解。这其是体育教育受到外力干涉，要求市长主持公道。教练，我们续不续聘是有没有一个公开透明的一个评鉴机制？我跟一周报告最主要就是还是我们只是凭着一个不记名的意见就可以决定不续聘的？最主要就是说，这些学生毕业以后跟家长跟学校这边有不同的这个理念啦那因为这2个教练都是学校聘的啦那。我们只能从旁去辅导。那至于说学校跟家长的关系、跟教练的关系这个我们还要再进一步。所以我们的体育资源已经被外力给干涉了吗？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公正、公平，而且最重要是要公开。就是说会出现这样的理由，我们当然是力挺球队。那球队是教练带出来的，如果教练没有犯什么错的话，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议员强调，永康国小女子篮球队并不是体育专班，而是学生组队利用课后的时间练习，并转达家长认为教练团甲校晚会小停拢是学中的关键。反倒教练的改评，对着球员的心理甲训练，拢有真大程度的打击。
台南新闻军局张硕伟采访报道。迎接6月10号警察节，台南市警察局11号举行庆祝大会，除了市长吴伟铁亲自颁发模范警察等奖项，肯定大家对社会治安的贡献。另外嘛，公布今年1月到5月打击诈骗的成效，勉励大家信任。对市长王伟棣手头接过奖杯，过几天就是警察节，台南市警察局特别举办庆祝大会，分别表扬3位来自现代、新营以及新化侦查队的模范警察，以及30档、20档、10档的警察奖章。非常感谢我们所有警务同仁大家的用心跟辛苦的付出，才能维持治安的满意度，民众的满意度那么高。但是其实他们警察是非常辛苦，他们也可能家庭等人都要得到家人的支持跟谅解，所以今天在颁奖以及颁赠警察奖章的时候，家人都同行，一方面分享他们的荣耀，一方面也知道他们的家人是怎么样的辛苦。代表186万台南市民感谢警察的辛劳付出，接着由副市长叶铁山表扬自由警察自由员工等奖项，其中特别讲到114年1月份到5月份的打诈成效，成功阻诈案件有115件，金额高达6亿外。我们的全班刑案，还有我们的一些暴力犯罪的破获率都是6都第一。我们在各项的诈骗案件的，不管是破获率也好，或是主诈的金额也好，都是6都第一。以打诈、掠夺、扫恶为目标，运用科技执法，整合第三方警政甲民间力量，替大台南的治安交通把关，伫专属警察的节日向因致敬。台南市民所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南市持续推动社会主体，为伫东区办事1期的社会主体，10号由市长主持动土，包括中央、甲地方各级民代以及乡亲拢共同出席，见证这项公办多景的建设，来推动徛起的正义。台南市政府透过都市更新的方式，公私协力，将办事营区的土地转型活化为公共主体的资源。其中第1期移居办事的社会主体，10号下午举行动土典礼，包括市长王伟铁、都发局长林荣川，以及中央的部会代表、地方民意代表，甲建设公司，拢到场出席，场面盛大。动土，第一城开地平安，动土顺利。地点实在太好了。很多人说买房子、卖房子很重要，只有3件事情 ：location、这个地方的区位实在太好。我们另外一个即将完工的小东公宅、小东社宅是在小东路的那个台南公园正对面那这个跟这个我们国城建设我们新建的宜居平时这个遥遥相对。那这个总共有15层楼高也是非常好的，所以非常谢谢国城建设用高品质的这个营建，能够成就一个非常高品质的社宅，坐落在一个非常高品质的蛋黄区里面。会中市长除了感谢国有财产署、国土管理署、甲军备局等中央单位的协力推动，强调这是中央、地方、甲民间3方面的合作成果。该位置不但周边生活机能好，未来还有办事转运站会用带动区域的发展。宜居办事将兴建地上15楼，提供238户的社会主体，预计在117年底就用的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由市府教育甲广达文教基金会所推动的广达幼育义计划，今年已经第11档，以心灵社保为主题进行巡回展览。在河最后一站来到鲁文国小举办成果展，包括广达基金会执行长、6间东蒙学校的校长拢踊跃出席，肯定对艺术推广的努力。113学年度广达幼育义的计划，日期的心灵城堡巡回展，自去年9月份伫台南市16间学校轮流来展出以后，11号上午来到东区鲁文国小最后一站的成果展，包括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广达文教基金会执行长徐慧佳，以及16间同门的学校校长拢踊跃出席，肯定这项艺文的推广。广达文教基金会已经今年算是第11年，那对本市的这个艺术活动的支持跟协助了哈。那前10年呢，我们的在校园的巡回活动呢获得很广大的回响。那相信今年也会对于各个学校的巡回展出呢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我想另外特别提到，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活动，还有培养学生来做导览讲解。对讲解者还有对参观者这些学生呢，一定可以在艺术层面，尤其是这个绘画的层面呢，除了能够展现欣赏的能力之外呢，相信对于未来他艺术的想象还有创作会有相当程度的帮助。在这个幼育计划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画作的引导呢，把学校塑造成一个美术馆。然后让我们的师生呢，可以就近在美术馆里面呢，参观这个世界级的画作，同时呢，让老师可以运用这些画作呢，融入到这个教案里面，让小朋友呢，透过有系统的这个学习呢，了解画作的来龙去脉。同时呢，我们也培养小朋友呢，成为画作的导览员。透过画作的导览呢，让小朋友呢，言之有物可以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的能力，还有面对观众的时候能够无所惧怕的言之有物。现场的开幕式校方还佫安排小朋友的表演，有管弦乐团、舞蹈，甚至融入画作的话剧表演等。现场还佫有鲁文国小电视高年级的老师，将法国艺术家尼克无共时代的作品融入去教案，展示学生多元的媒材创作。在开幕式的最后，广达文教基金会嘛致赠纪念典装品，予咱市首任的蒙自学校一在国小，成为全台第2间核选典装典品汨罗的奇幻小宇宙的学校之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最近比较季节，台南嘉义高中的流行服装科嘛举办第1届毕业成果展，结合流行创意甲青春，由94位毕业生担任 model， 伫台顶展现因的设计甲制作成果。不管是森林生命力，或是梦幻的白色婚纱，在嘉义高中流行服饰科学生们的展演之下，显得青春洋溢。这场是毕业成果展，以莫比乌斯环为主题，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带着梦想起飞。Mobius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原型，然后它就是起点跟终点，它是没有起点跟终点的，然后就是象征我们会一直记得青春这段，就会一直影响到我们以后。展演作品风格多元，从设计到完成，每一步都充满挑战。校长给出大大的肯定，因为这是改制招生之后送出去的第1批学生，对迈向未来学习阶段是重要的里程碑。那3年前呢，我们把这个流行服饰科的特色招生呢，分成了服饰科跟整体造型，看到学生在高中3年当中，他对美学素养的一个提升，以及呢他们的创作能量。走上伸展台的这一刻，秀出在学校所学习的成果，
扛着第一届整体造型特色班的压力，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体验，相当不容易。其中还藏有洋葱。班有一个人他是身心障碍，然后他的设计是我身上的剪对，然后就是我们班想说比较符合可爱的是我，所以就找我来走模特。学生为了这场毕业成果展筹备1年多的时间，过程中的甘苦与成就都呈现在服装搭配与妆容，展现全方位造型实力。记者邵怀谈的报道。迈入19年的铁路便当节，日前伫台北车头闹热登场。开卖第一天，就火车卖为了日本新干线的造型便当，一透早4点就来排队。另外，代替全新所推出的限量肥鸭便当加吉祥物，嘛拢是排队的热潮。这回来看现场的盛况。11点一到，排在队伍第一个的肖先生顺利买到台铁限量推出的1500造型陶瓷便当。住在淡水，凌晨5点就到台北车站排队。连续4年参加的肖先生直呼很值得。我今天早上是4点50的时候过来的，然后就是最主要是为了这个1500型的这个陶瓷便当盒。对。那为什么会想要有这么早的时间来买这个？因为这个数量真的是很有限，那想说早一点过来的话，这个就不会说有那个买不到的问题了。开卖前一天从台中搭车北上，凌晨4点就到展场排队的简先生，目标则是 JR 东日本推出的新干线系列便当。连续3年抢得头香的简先生也开心地展示自己的战利品。新干线我都有了，但是他这一次第4款的话菜色比较丰富，所以我想说这一次就4款2000我就直接买下去。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凌晨4点多我是觉得趁还有动力。就来拼一下。为了庆祝铁路便当节迈入10周年，台铁方面推出12款全新便当，其中搭配和牛等奢华食材的E500与 R200造型陶瓷便当盒，以及铁路吉祥物铁路汉娜奖10岁生日纪念钢盒便当最受欢迎。2款陶瓷便当每日各限量50组，今年更是最后1年贩售，明年就看不到了，因此也掀起抢购潮。有2款的陶瓷便当，那第一款呢就是E500造型的和牛海味珍宝盒，那另外一款是 R200的10组满意的陶瓷餐盒，另外还有一款呢就是针对这一次第10届也是铁路汉娜奖的10岁生日，特别制作的10岁生日的钢盒。那钢盒的盒盖上面呢都有铁路汉娜的非常可爱的图案，那还有同款造型的餐具组跟环保袋，那一组是699元，非常值得收藏。2019年即开始参加铁路便当节的 JR 东日本台湾事业开发处方面，今年配合10周年，特别从原本的2款增加为3款新干线系列便当。另外，更与台湾信业方面合作，推出以福岛为主题的惠金山信誉善便当。那今年最大的特色的话，就是当然我们是有新干线的便当的贩售。那往年的话都是贩卖2款，那今年我们特别增加成3款的新干线便当。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就除了新干线便当以外，也有制作一款跟兴业日本料理合作的一款以福岛为主题的一款特色的一个惠金山信誉善的便当。那我们有就是把一些所有的一些福岛的食材，然后做一些调整。那也希望在这边呢来到这里的客人，他可以享受到就是说便当，然后在车上享用的一个那个 AK 边的感觉这样。另外，台铁隐藏版便当也正式揭晓，其中台北队的是10岁怀旧东坡风味便当，又厚又香的东坡肉让人惊艳，只在6月6号到6月9号的活动期间贩售。台北队呢就是推出这一款10岁怀旧东坡风味便当，那里面的东坡肉呢厚度非常的厚，只有在便当节期间才买得到。第10届铁路便当节共吸引国内外超过50家品牌与单位参与，现场规划5大主题展区，包括台铁便当店、美味直送专区、铁路汉娜奖主题餐厅、互动体验区及10周年主题蛋糕装置艺术。身兼台铁董事长的交通部次长伍胜元表示，10年来铁路便当节不只将台铁便当从车厢餐饮升级为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
也希望透过这些丰富的活动内容，让民众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体会铁道文化。走过这个10个年头，不只是活动一个延续，更象征着台铁公司持续的把便当从车厢的餐饮升级为文化记忆里面的一个历程。今年适逢10周年，台铁精心规划了很多的内容，还有丰富的活动，让民众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可以体会到铁道文化。台铁方面表示，今年铁路便当节高雄场加上台北场，预估可吸引超过50万人次参与，业绩目标希望可以比去年成长10%，达到1200万元营业额。4天的活动，除了美味便当，还有联名商品及限定文创品，欢迎国内外游客把握时间到台北车站体验味觉与创意交织的感官盛宴。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感谢收看6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杰，咱再会。新车酷吧？你好像忘了些事哦。你不知道吗？微型电动2轮车要悬挂牌照、投保强制险，还要你满14岁，戴安全帽才能上路哦。什么啊？有这么多规定哦？没错，微型电动2轮车需经审验合格、领用及悬挂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而且要遵守慢车交通安全规则，不超速、不双载、不酒驾、不擅自改装，违反者将处最高5400元罚款哦。这么严重啊！还不赶快去办理？我马上去。微型电动2轮车挂牌投保，满14岁缺一不可。内政部警政署提醒您。我不看路啊！我知道，你不想假装没看见。我知道，你担心自己的力量太小。但你知道，那是不对的。你不必得要力气大，只要你愿意站出来，你的力量就无比巨大。浓烟是火场内的头号杀手。我们用1:1打造居家的实验屋，用2间房间来做对比的实验，一间门是开着，一间关上门。如果已经看到浓烟，关好门，等待救援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发现火灾时，当你看到浓烟了，请尽速将房门关上。哇，今天来的人还真多！我在现场拿吉他表演一下，来炒热气氛。这样演奏别人的歌曲，不知道有没有著作权的问题？没问题，不用担心哦。只要符合著作权法第55条，非以盈利为目的，未对观众或听众直接或间接收取任何费用，未对表演人支付报酬3个要件，而且属于非经常性、非例行性质特定活动，就可以在活动中表演，不需取得著作财产权人的授权哦。尊重著作权，让我们的创作世界更加美好。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你听过指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指差确认。
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公务人员依法行政，行使裁量权，做成行政处分，而民众不服时，只能提起诉讼。行政诉讼调解新制，让人民有其他选择来解决纷争。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进行调解，让有温度的协商尽可能取代全有全无的判决。调解纳入选项，3赢不是想象。